头的暗暝，听着海涌，想着你，裤底仔的相片，是咱唯一的疑点。不管经过几年，我踮海角野天边，我也是梦无你的消息。今夜又搁想起你，一杯烧酒心着醉，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。路边灯火闪闪烁，看着别人做对，只有我是一个人稀微。有啥人会当予我安慰？今夜又我想起你，一杯烧酒心着醉，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。路边灯火闪闪烁，看着别人做对，只有我是一个人稀微。有啥人会当予我安慰？谢谢蔡宗颖。宗颖，今日我甲阿德老师一直咧讨论讲，以你顶礼拜表现，啊，甲今日看你选歌的态度，我会感觉阿德老师会认为讲，你今日赢面足大的，嘿，伊会感觉讲你是已经行到一个知影家己要选啥，知影家己要唱啥的迄种程度啊。几首歌唱起来，我敢若用讲真顺，非常顺。但是我总觉得你还可以有什么？哎，只是顺，好听安尼无够，你一定要有家己的特色。你到底特色是要什么？我们都会常常强调态度啦、特色啦，这拢是恁家己爱找出来。我无法度教你，因为这是恁家己本身散发出来的自信。迄个自信，吼，所以这是你家己爱去想的、去思考的，吼。所以我觉得你越唱越好，真的就是，你今天唱这个歌，虽然就是你很擅长的曲风，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游刃有余在这个地方，不会替你担心。所以接下来你要挑什么样的歌？因为你唱这样的歌唱得好，就是理所当然。所以你唱得很好，我觉得不错。可是我就会期待你之后还会给我们什么。哦，因为你在这个舞台站够久了，可是我又很担心，说这样跟你讲，你下次又挑一个你很不擅长，万一输掉了，很难拿捏，很难拿捏。好，但我觉得钟颖今天表现还不错。